要阻挡性暴力影片、性暴力防治相关死的法案，立法院已经完成修法。新的法律实施满1个月，卫福部嘛公布效果，发现报案的案件有增加，成年人私密影像案件增加3倍，嘛发现民众对外找帮助意识拢有提升。入去卫福部网站的性影像处理中心，若拄到私密影像互人外流，这个网站会使协助被害人报案、录下影像等等。韩国恩和帮 Deepfake 画面性影像事件了后，社会对性影像外流加剧关注。立法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，实施到打1个月，卫福部发现成年人受害私密影像案件数量是去年同期的3倍。最多的是在18到未满25%，61%看起来就是高使用这个科技设备的，年轻人为多。很多人会告诉你说，因为他在 Dcard 看到有人开始宣传，这不是丢脸的事情，要求助家长还有学校老师都会提供这样的协助。上升，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，必然不代表说这事件是越来越严重，而是大家知道说可以开始求助。目前法律规范分享、下载、偷翕性影像、持有有效性影像、甲制造 Deepfake 性影像，拢算是违法。但是扶委会表示，以因帮助被害人的经验，希望威胁等行为也会使列入刑法319条内底。针对安怎把影像摕转来，也是禁止散播，扶委会希望保护命令要紧上路。很多保全证据是证明这个证据是来佐证这个犯罪行为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去要求要禁止散布。禁止散布是因为一个预防性的行为，所以是要透过保护命令或保护令。法务部表示，散播有效性影像会使判上当7年的有期徒刑，成年人的部分上关5年。扶委会表示，目前还搁咧观察新法实施了后的效果，保护命令的部分，修法通过了后，希望行政院会使伫半年以内公告施行。记者郭长水台北报道。